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针对国会这款福议案，这2天都用台中去立法院备询，另外福议案明仔载要表决，警方也惊拿用青鸟人定期将吞。今日的吊轨落来害地中积温愈起，45伤。运安会调查报告指出，日元过去害吊轨登记，月台也无紧急停车的装备。中国这个月17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冲突，菲律宾公布画面，讲中国海警加波头间攻击，有菲律宾的海军防扑等手镜头嘛。中国这个月17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暗线发生冲突，菲律宾20公布画面，讲中国海警手架来到波头间攻击，而且对起来时阵呢，有一名菲律宾的海军互因扑等手镜头啊。中国外交部说是讲是对方先乱来的，才会造成这款的冲突。这场意外也让南海主权争议局势变愈紧张。中国海警手架波头硬爬上菲律宾的船只，这是菲律宾第20公布的画面。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17在仁爱暗线海域拿弄菲律宾的船只，佮非法上船，造成几人受伤。佮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伫事故的时阵，大武攻击登去。中国外交部第19反驳讲，中国海警是依法对非法走入南沙群岛仁爱暗线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佮公开4架中国船包围1架菲律宾小艇的画面。我想强调的是，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不过，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讲法，迄天菲律宾海军的冲击船要去仁爱暗线执行补给任务，中国海警毋但用斧头、佮举刀啊、佮钢腿啊攻击因，佮甲箱仔内的8支 M4 步枪。导航设备甲其他补给品抢走，实在就是海惨。不过北京方面有另外因的家己的讲法。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国菲律宾南海主权的争议愈来愈紧张。顶礼拜已经有真侪菲律宾民众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抗议。This is also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fought and won against our aggressors. We also stand now undeterred in fighting for, or in claiming and in showing that the people are united against China's harass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菲律宾一只旧军舰塞拉马蒂瑞号就掉伫喺争议的仁爱暗线。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定期甲驻守人员补给，率军也拜互中国的海警阻挡。虽然塞拉马蒂瑞号已经实现，不过伊还搁咧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行为无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19和菲律宾外长通话，讲依照美菲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真坚定。白宫嘛指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起诉，恐惊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日本甲法国嘛出声谴责北京。公视新闻深入背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配合台湾2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外界也伫咧关心讲这当时会当交会咧。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就表示，按算今年到2025年就会交会。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证实会赶紧来提到，也会和美国进一步讨论。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趁落任进前，今仔会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特别写信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韩国瑜感谢孙晓雅为台美关系所做的努力。We deeply support the cooperation we have with the Legislative Yuan. 孙晓雅答应未来会过来台湾拜会老朋友，台美关系继续真好。拜登政府第15摆对台军售，卖强华岛300、Altius 600 MV 2款攻击无人机，会强化国军地面部队精准打击能力。外界观察什么时阵会当交会，都惊拖延交付。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回应，预计今年到2025年都会交会。国防部长郭立雄会甲美国讨论。今天看到有媒体报道，他们应该是会在明年
会教运。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尽速获得的事项。筹获的这个时程，我们会再跟美方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们能够补足美国的需求，那美国可能它自己国内没有生产，例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晶片怎么这些，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那第二个可能是一些数量上面，也就是它目前假设那个，例如说因应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的需求，那美国国内的这个厂商它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这个生产数量的需求，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补足或是支持。针对台美共同合作生产武器，学者表示，台厂技术一定能力，也毋过爱符合美国治安规定。加产量监视长照未来拢会放大监视。也毋过台海紧张情势，海巡署公布逐工平均有4架中国海警船拢伫金门海峡，郭立雄强调拢有障碍。我们跟海巡本来就有绵密的这个勤监侦的联合勤监侦的手段，所以相关的这个动态都有互相这个协作，所以我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另外，空军陆是战备演训，20透早展开全岛这一的防空作战演练，用空军当时模拟强军攻击重要阵地。国军到第3大主力战机6项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加天宫爱国者飞弹，藏防炮系统，严正重要目标防护战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连续2天拢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函内阁，针对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来备询。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说，方表讲，前一天伫咧接询期间，说伫咧咱的群组顶头传谈话节目影片，内容是击击国会和中国掌控，引起议论。另外，为着明仔载这个复议案表决，国民党团开始伫咧机场头前排班，也发起拿英行动，要含公民团体青鸟行动对射。即马警方是唔敢大意。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内阁团队就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备询。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方表讲，前一天质询期间伫咱群组转传讲话性的节目，内容这个国会和中国掌控，引起争议。我只是转发，我那个后来有收回，我其实收到了，但是没有完全看完，我就发出去。这个是我坏习惯，以后会很谨慎。另外，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质询的时候，质疑行政院面册公布的复议案7大理由，上来立法院说出6项，并无面册顶头无差别调查民众，政府刊登等文字，讲行政院讲白贼。对此，杜英台讲文理有调整，内容拢相像。脸上抛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公文书为准，代表心情。大院的公文书依照法律的文字来做。跟民众的诉求，我们用一种法白的方式，一定的调查权要给予相当的限制。8.5号的释字应该是大家现在共同的标准。这个时间要扣除。杜院长伫内底和哪边立委争论，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伫行路大说声，因双人对立法院要用警察权意见无同，今日2个人拄到是火气真大。叶元之有说要警察权，就他不敢承认。他说我破脸书，我没有破，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他说我说警察权趋于民众，动什么手？公民团体青鸟行动继续在立法院外口举办公民论坛，因是普隆时加上天气烧热，现场的民众有较少。不过离表决，国民党卖点在立法院外口发起拿英行动来声援，有计青鸟和拿英死搞的枪棒，互警方唔敢大意。为了区隔双方支持民众，避免相关冲突，总共部署了500名警力4个分局来进行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那党团嘛启动通宵排班，伫机场备战。不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强调，民进党袂恶意杯葛，呼吁在野立委确保复议案顺利进行，嘛呼吁场外民众互相尊重，保持理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温伫旧年5月，这建案厝尾顶的吊杆长期落去轨道，造成145伤。运安会今仔公布调查报告，可能是这作业人员操作失误害吊杆长期。而且台中一运的轨道顶头呢，无去侦测到有物件走入来，加上列车伫12秒内面呢，就去弄到吊杆啊，这站务人员未负打动，才会发生意外。去年5月，拄对丰乐公园站出发的这帮台中捷运的列车，无到1分就随弄到轨道顶悬的物件，造成145伤。事故经过1冬外，运安会公布调查结果。依照一般同仁的正常的作业，要开启这个盖板，按下这个按钮，一般大概要15到16秒的时间。我们对记录里面的调查，随车站务员在发现这个航架，一直到列车撞击到航架，中间仅隔12秒，所以当天的时间是不足以让它开启盖板，按压刹车按钮。运安会列出中
节有可能造事的原因，包括作业人员是不当操作拆除机，互航架断去，抵受塔式启动机的航架当落去轨道。另外，事故列车的下行轨道，伊当阵并无侦测到无正常的状况，无启动断电。加上虽然保全人员有发现轨道有奇怪的物件，但是因为车站的月台无紧急停车的设备，所以车站务员伫列车出发了后，嘛袂扶持紧急停车的开关，才造成事故。事故经过就是迄天12:27:29，列车对丰乐公园站出发，2秒了后，车站的保全举手表示讲卖发车，站务员是紧叫行控中心，行控中心回复了后，列车就弄到轨道的物件，造成145伤。乘务员会在前面，然后会去看那个就是行进的状况。我想应该经过事件之后，应该是有改善。劳动部是点名终结劳动部的职安署，交通部和台中市政府拢爱改善。劳动部的职安署表示讲，今年4月已经建立启动机具作业安全的管理指引。交通部是回应讲，已经预告修正大众捷运系统2名禁建限建办法，面对高空吊挂作业，应该提出安全影响评估报告。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今年3月底已经公告实施强化附近大众运输边仔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原则。运安会5大建议拢改善。政府将持续督导中介公司，透过程序面、人员训练面、安全宣导，还有设备面等措施，继续精进。简短紧急停车通讯用语，明确紧急停车决策授权，需停止列车运行时，第一线人员均可立即操作紧急停车相关设施设备，以争取时效。运安会指出讲，中捷是国内第一件无人驾驶系统发生重大外来物件入侵的事故，建议定检视紧急停车设备、停车事故的应变，对法规设备全面改善，避免这种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和民营的卖料电厂签25年买电的合约特别到期啊！这卖料电厂1号机和2号机，照理讲，伫咧6月和9月底就袂当搁再碰。不过，环保团体就质疑讲，有风声经济部会继续拍契约、继续发电、继续碰，等于是继续危害婚林乡亲的健康。台电和县政府拢表示，这是买卖行为符合法规，就会当继续碰。卖料电厂，卖料电厂，2024如期除役。大声化口号要求，卖料电厂的1号甲2号机应该伫6月甲9月底终止运作，因为台电甲民营电厂签订25年的买电合约，照规定，电厂的1号甲2号机今年就应该陆续终止运作。环团举行记者会批评，机组到时阵也是会继续运作，根本无被杜绝。应该你要没改气了之后，或者是说你有绿能出来的，再去改再去补。那你现在又让他去补，那这样说偷美，那前面那些有什么意义呢？环团批评台电毒害婚林人，也要求政府保障国民健康。台电回应，卖料民营小团电厂专案契约属于商业行为，亦要卖料电厂符合法定条件，就会当继续运作。它基于不可抗力，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如原来跟台电的约去把那些量发足嘛。这些缺的部分，希望台电能够把这些少发的度数能够让它补满嘛。对此，婚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支持卖料电厂转做电气厂，也不过依照空污法规定，无理由无予电厂电源，也强调会继续推进小团电厂转型计划。跟6、7之间一起在进行所谓的环境友善协商，希望它加装一些更好的一些友善的环境的防治措施，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保持我们空气能够更加清新。配合国家的政策、能源政策转型是必要的，希望讲伊家迄个哈。赶紧甲时程定落来，甲瓦斯这些所在赶紧做。卖料当地人数真贵，最近几年卖料电厂导致卖少资源改善暂停。既然电力需求是国家政策，卖料电厂转型使用天然气是大工程，需要时间，就应该明定出时程，才会当互电厂乡亲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高雄凤山高中的教室电箱熊熊喷出火箭，惊甲学校呢赶紧甲学生换教室上课，也需通知厂商来修理。即摆咧学校拢是有安冷气的，线路也是3年来拢停刊的。厂商是认为讲应该是插冷气卡的机器有问题，才会造成意外。电箱内实在呛出火星，亲像后1秒就要烧起来。教室内突然呛火光，虽然下课的时间，有关和部分学生惊一跳。刚下课，然后就有看到后面那个电箱有在冒火花，然后那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的同学都先去打扫了，所以教室里面真的很少。然后一看到火花，我们就撤出去。有一点吓到，但后来没什么事情这样。
20世纪50点，高雄凤山高中一间教室电箱请回迁，学校协助随后学生换教室，佮通知厂商伫中昼完成修复。等到教室，电线也有超倍大的分裂，电箱下面连接的冷气读卡机，因为学校自年才配合班班有冷气佮节能政策，专门换做便便冷气。初步判断，应该是读卡机控制开关故障。申请到2-3千万的经费做整个学校电路的更换，所以原则上学校用电应该是没有危险的。读卡机的那个开关控制可能使用频繁，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短路。因为开关已经使用超过5年，学校表示会请厂商全面检修，确保师生安全。专家表示，接触不良同款可能造成电箱请回迁。绝大部分屋内的线路电线走火都是因为接触不良，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如果插座插上去有没有松松的，那个一定要换掉，要不然家里很容易会电线走火。专家提醒，电箱也是电器若定接触不良，请处回迁，时间一久造成电线烧，甚至着火。若拄到类似状况，要赶紧关掉总电源，以免发生电着更进一步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最近接到10间保险业者来报案，讲有一口罩3个人买真侪件的意外险、伤害意外险。对于104年开始呢，用跋倒册箱做理由去中医诊所看诊了后，煞开大钱买一寡自费的物件，拢是一寡烟盒等等的补品，再用无老实的收据去清理赔，赚5500多万。专案依照早期罪洗钱防制法，甲因移送北检侦办。烟盒摆拉一盒3万到6万，金条260条，一条9万2。这拢是民众诈骗保险公司，互警方查到贼赃。姓周的查甫人和姓林的查某人，一口罩3个人，按103年开始，就大量甲几若间保险公司买意外险、伤害意外险，才来申请保险理赔金。所骗到的钱总共是5504万，有将近10间保险公司受害。周显跟家人以轻微的车祸、碰撞等理由，并假借购买高单价的中药材，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那专案小组在今年6月执行拘提，搜索周姓2名嫌犯，查扣大量证物，如黄金、中药材等证物。姓周的查甫人用各种步数，亲像身躯去弄到跋倒意外事故，去看汉医，竟然要买自费药品，结果是买烟盒这高级药材，则摕假的诊断证明甲收据来骗钱。了后，甲药品摕去当现金，除了买金条了啊，姓周的查甫人搁去花莲买豪华的农舍、别庄甲土地。经过统计，规家啊10多年来，平均一个月跋倒10几届，上最20几届，上悬阁一天跋倒2届，一直向1999申诉，讲当作是检举大户。保护，因为保了很多张实支实付的那个保险那产生那个理赔金超过他实际支出医疗费用，你花了多少，那公司理赔给你多少，才是这个商品真正的一个本质的状况。警方将专案依照早期罪洗钱防制法，该嫌犯移送北检侦办，针对民众诈骗保险公司的案件直直发生。金管会推动实施收付医疗险改革，规定敢若收据的正本才会当申请理赔。倘若是损害填补的原则，防止民众靠破病来赚钱。新保单有价10月初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甲观众朋友提醒，为着海洋生态甲资源，千万唔通搁再食鱼翅啊！讲到这苏澳渔船经满法66号，伫2021年的时阵，就违规掠沙鱼，敢若挂鱼翅就偏登大海记录。即马就互海巡查到违规挂鱼翅有超过6吨半，渔业署上当会当罚到250万，收回因的渔业证照。渔船登渔港海巡来检查，所发现大批的沙鱼翅无鱼身。苏澳街金管法66号互海巡查出，伫高沙鱼时阵，涉嫌违规挂鱼领。海巡人员清点一包搁一包的鱼领，发现有6510.6公斤，数量真大。这只苏澳街金管法66号渔船违规挂领已经毋是第一摆，2021年都报有违规记录，但罚500万，收回渔业证16个月。海巡早就注意了。本案经渔业署认定违规属实，原依据《远洋渔业条例》第41条，移送主管机关进行裁处。
期间10天拢会拍卖山鱼，每公斤批发价50块左右，暗过山鱼领每公斤用卖几百块，差真济，所以不少不少渔民惊险路，违法挂领去鱼身。海巡署表示，查案查明违规了后，马上通报渔业署派人封存，照违反远洋渔业条例来处罚，相当应罚250万，各收回渔业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南屯白雅东街一段拜二暗时，有学生通报讲有动物去货车肇事，落尾确定这就是石虎。同一天，伫咧苗栗通宵也传出有一只石虎死亡，这是苗栗今年第10件石虎货车肇事案件。一发现车道顶悬有动物互人弄死，一个大学生赶紧倒来警示后壁的车。18下暗，这个大学生伫台中市南屯区白雅溪附近的车路发现有动物互人弄死，赶紧通报处理。警界队先家带转去了后，发现那像是石虎，随通报农业局，若农业局确定是石虎，交予专家来处理。立即请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前往清洁队确认，经专家判断为石虎而非家猫尸体，后续将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处理。发现的地点是伫白雅溪附近，这个水源甲食物适合动物生存。这件也比去年9月伫乌日区发现的弄死石虎案件离市区搁较近，附近就是中卫区。专家表示，这只石虎也搁咧发育，那像是探路草找一个过程拄着意外。虽然最近白雅溪周围石虎族群发展稳定，不过当地常常有人甲车来来去去，石虎拄着危险的机会嘛增加。发子溪的就是往外的地方，其实都已经是很多人活动，或者是有住家的地方，可能是道路工程或是其他的工程，然后其实都会在河床地会有一些干扰，这样本来不错的基地，然后就会被破坏。目前看起来，法子溪应该是石虎可以利用的基地，但是基地状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定。苗栗通宵18嘛传出有石虎货车弄死，这是今年苗栗县第10件石虎货车弄死的事件。苗栗县府表示会勘讨论改善相关的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伫当地时间19公布一项法案，要求州内公立学校爱伫咧教室内面搭摩西十诫的海报。有人认为讲安尼生做呢，会去影响到宗教自由。This bill mandates the display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every classroom in public,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post-education schools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Because if you want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you got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al lawgiver, which was Moses. 伫基督宗教流传真久的摩西十诫，源自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了后，伫今仔日的西南半岛流浪40年。摩西讲，伊得到上帝亲自启发，赐予伊10条诫命刻伫石碑顶。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包括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甲神教，拢有无共的10诫版本。不过大体上的内容包括袂当敬拜上帝以外神，也袂当崇拜爱豆，爱孝敬父母，袂当杀人，也袂当奸淫。偷摕假造假证，袂当谈乱他人的家后甲财物。随着基督宗教流传各地10诫内容，也真做西方文明中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毋过像美国民权联盟 ACLU 等团体认为，伫公立学校校园内采十字架、甲耶稣像，含展示任何甲基督宗教有关的图腾物件，拢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甲政教分离的立国精神。ACLU 已经准备提出诉讼，阻挡路易斯安那州这项新法案。赞成这项法案的民间团体，像法律咨询组织第一自由研究所，就主张10诫毋那是宗教戒律，而是有历史意义的物件。美国的天主教圣母大学法学教授贾奈特认为，所谓政教分离，无代表爱禁止展示10诫海报，也是十字架顶宗教信仰的图腾。因为反对法案的 ACLU 等团体甲民主党真亲近，赞成法案的保守派团体多数支持共和党伫大选伫要到2024年，搁成做美国政坛的敏感话题。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
讲到这款的社会案件，敢是以下冲突造成的呢？法国发生一件未成年防草带案件，一个12岁查某囡仔去互3个查甫囡仔，嘛讲是垃圾犹太人，而且佫甲性侵虐待。这件事件爆出来了后，有民众上街头抗议，认为这就是种族歧视，连法国政坛也有真侪人拢表示谴责。示威群众提无同款的标语，暗过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谴责反犹太主义。这12岁查某囡仔遭到轮暴过程正粗残，犹太社区正生气。根据警方消息来源，查某囡仔遭性侵的时阵，对方叫的垃圾犹太人，佮问伊的犹太信仰甲以色列问题。Hormis le fait bien sûr d'être juif, mais en tant que parent, c'est quelque chose, c'est comme si c'était mon enfant. 这个代志也顶行规个法国政坛，总统马克龙19日部长会议表示，反犹太主义祸害咧威胁法国校园、各学校学校，针对种族主义甲受训犹太人问题展开对话，防止有严重后果的受训言论渗透到课堂当中。继右翼党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彭指控，其左派家所谓将犹太人污名化遐人，利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以下冲突来丑化犹太人。其中一个法国无库学党党魁梅朗雄也共款谴责反犹种族主义，伊伫这议题常常发表无较清楚的言论，互政治对手指责。伫政治光谱另外一边，其右翼的国家联盟党魁巴德拉是呼吁，打击为去年10月77以下冲突以来，增加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欧洲议会选举了后，法国会提早大选。伫保守派政党甲极右翼合作的协议之下，国民联盟真可能第一摆掌权。法国犹太社区正大，伫全球敢若排伫的以色列甲美国后边。2024年头前几个月反犹太行动比去年同期暴增3倍。2023年通报7676件案件当中，有12.7%发生伫校园。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去日本富士山爬山游客上过济啊，环境也变甲真垃圾。当地政府也决定讲要伫咧入山口设一个闸门，对7月7日开始呢，若准要去爬山，就要先网络登记，一天上济开放4000人，而且佫要收入票2000块的爬山费。用电钻甲螺丝锁好日本山梨县的明德村地区富士山的吉田山登山步道头前装大型的闸门，要应对7月开始的登山人潮。挂号日本新山的富士山，逐冬夏季拢有真侪为全球来的爬山游客。不过过去几冬来观光客伤过济，造成世界拢本数。自然景观受到破坏，再状况互当地居民真困扰。为了改善观光的品质，当地山梨县的政府决定为7月7日开始，限制逐工入山的人数上最4000人，而且爱收一个人登山费用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1。今までなかったから、これで1日登山できる方々の人数が減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かな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それはそれで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うし、私去年の9月に登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でとても混んでましてこんなに混んでるだと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たらもうちょっと1年2年。山梨县地区长期信太郎嘛，伫19到新的闸门宣导新的规定，佮特别示范有约爬山游客爱报道领爬山的手环，佮挖靠手环通过闸门行去登山步道。而新的闸门会伫下晡4点到过灯港返点3点之间关起来，互无经过登记有约过暝民众无法度落山，防止想要伫暗时爬去山顶游客冒险爬山，造成发生危险。このすべての取り組みの目標というのは、国内国外関わらず、ここ富士山を訪れていただくすべての皆さんの安全の確保、そのために場合によっては若干。登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というお願いも。另外，对于爬山的服装，某职员伫查门进前可能服装伤过凊彩，民众唔通爬山，以免天气常常改变，无法度冻寒发生危险。虽然新的规定为7月开始实施，会当缓解过度旅游的状况，不过当地居民甲店家嘛烦恼，可能有爬山的人为无共的路线进入富士山，到时阵山顶游玩人真多。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2024年上届新的幸福城市指数公布啊，前17名拢伫咧欧洲，这
亚洲呢，敢若日本的大阪，也个新加坡市，也个南韩首尔有入去金牌组。来讲到咱台湾有入去的城市呢，排伫咧前100名的是第46名的台北，64名的高雄，和88名的桃园。你生活的所在敢唔幸福？在台北生活幸福吗？还不错啊，就是食衣住行这件事情都还蛮方便。现在桃园其实那个进步也很大呢，交通的设施、文艺活动啊、市集啊那些，还有亲子的设施也都发展得不错。总部伫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是发布幸福城市指数的报告，研究人员是以人民、政府、环境、经济、交通移动性等5大对幸福有直接影响的指标，对全球250个城市来做评分，总分上悬的前17个城市拢伫欧洲。台湾有3个城市伫100名以内，入来到金牌组，就是排46名的台北、第64名的高雄和第88名的桃园。这个民众对这是正面的看法，不过嘛有人提出会当改善的所在。因为我机车族嘛，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机车不友善，就是在路上觉得好像有点危险。他生活步调比较快啊，对。那我们这个中年人适合慢活。道路的卫生，国外的就是街道蛮干净，多一点垃圾桶。这几年逐步的，包括说增加我们的绿地的面积，交通可以更便捷，不同的这个指标的这个参考。来加速我们城市转型的力道。做一个港岛的省长、高雄市长陈其迈讲，将会把相关评比列作城市治理的参考，继续打拼打造一个永续宜居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那厝价悬，连税厝的租金也同款起价。根据行政院统计，全台湾5月税厝租金平均计售指数来到2.6%，是28年来起上界低。根据调配处中人的观察，今年高雄市出现真侪起租金的案例，亲像高山美术馆迄边，一声就共起4000块。厝主带厝卡看房，门一拍开，一顶名床、冰箱甲桌仔，一间6-7平，伫卫武营附近的套房要6000块厝税。高雄市这几天除了房价直直起，厝税也对咧起。根据台湾房屋的统计，高雄市厝税起上济是伫美术馆迄边，有起到4000块；刷落来伫前镇甲三民区，上济有起到2000块。住伫前镇这的厝卡真贵，若是租金起伤合，会选择搬较远。可能多到我没有办法负荷我自己工作的一些平衡，那我就是会真的离远一点点。那景气不好啦，那个店家也不好经营啦。你房东如果说一直涨、一涨再涨的话，两个都没有好处了。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全台5月厝税指数年增率是来到2.6%，是28年来上悬的。其中南部的厝租指数年增率是2.53%，也是11年来上悬的，已经超过北部。店长表示讲，这几年除了电价、物价起，加上这几年拢有科技产业进驻高雄，要找成本增加，厝租才会提悬租金来补成本的压力。厝头家永远拢是家己的成本算伫咧租金内底，所以包括即卖囤房税，个即卖房价嘛拢一直咧起，所以未来高雄的厝税嘛是会对咧起。业主认为高雄市的房价这几年拢是压悬的趋势，短时间内面无啥可能会落价，除非是拄到较好心的厝主，也若无厝税，敢若会愈来愈贵。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中央推出新青安买厝贷款，本意是要帮助这寡买厝的人减少买厝的负担。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有人呢去借人头去贷款炒房。即马财政部已经甲银行讨论出共识，接落来要贷款的人就要签切结书，也强调讲这清查了后，敢是买的人搁再提起税人，若种有违规，就会甲补助讨倒转来。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贷款。是咪到即马所传出这个方案，互有心人利用者做新的炒房工具。财政部督导公股银行开会，参详了已经得到共识。伊是强化推出人头户，也就是拨贷款进前要严格查核，贷款了后也要详细清查是否人头户甲转租。投资大户利用人头户来办新青安，而且违规出租的话，并且不让租客去申报、去报税，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政府的资料就查不到。开放租客检举，这样子可以比较容易把这个违规的大户给抓出来。
除了加强贷款进程，审核甲贷款了后管理以外，新贷户拢要签切结书，而且明确建立违反规定爱行补贴利息这条款，旧户是免签切结书，暗过若是违反，就要照个案情形，依照规定尽速来处理。很难去勾稽到呢，你现在有没有把这房子出租给别人？所以我们租屋费才这么大，连财政部都抓不到的东西，你怎么指望银行抓得到呢？只是把贷款追回来而已。贷款者来讲，他是把政府的优惠贷款换成一般的贷款，他的付出来的代价也很小。较早认为未少厝主伫出租进程，就甲厝卡讲好，免用租金补贴，所以政府若想要为报税资料去找人头户的机会无大。但是真是被抓到，也只实行利息补贴这条款，并无相关的法则。学者认为，想要压制炒房，也是要提出有效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道7号去年3月已经核定其中一段会经过高雄大寮行中街，遐附近工厂徛过是拢真济，到时阵可能就爱全部拆掉，才人爱刷围大。为了要减少影响，高公局去年10月决定要搁再改路线，刷经过工商路，共款造成当地居民的不便。工商路其中一边拢徛较济，国道7号去年3月总算核定，不过最近阁引起争议。原底路线要经过大寮中正里行动街，10多年来经起真济工厂，若要维持原案，就要拆67大工厂或者是徛街。为着减少影响，高公局把路线改去工商路，引起当地13户居民不满。他们认为说，在沿路线那个范围500公尺内，就不用再重新的环评。所以他们透过那个空照图，就去把那个路线规划起来。去年告知，那今年6月就跟你说，我路线定在这边了，我不管你死活。那我们会认为说，你不沟通，然后也不协调，然后就直接说要盖在我们家前面，这边的住户是不能接受的。高公局19开沟通说明会，现场面带居民甲高公局对峙，居民不满国道7号路线要改去工商路，甲徛街离差不多10.2公尺，虽望多数免迁线，不过噪音等问题会严重影响生活。有的居民认为政府规期迁线，有的人是要求爱改回去原地的路线。工厂它实际上后面带的是好多的家庭在这边就要靠这个来生活。所以这样，如果说我今天再把这个新中路这边，整个都拆迁，其实我们评估过，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公局回释咧讲，改去工商路是详细评估了后不得已的选择。不过未来工商路因应国道7号选块时，会根据居民需求来规划，也会继续和反对居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总会唱人魂影片，即届是去到台南关山访问做糖的师傅张锡斌、张月婷一对爸囝，记录因传承古法手工做乌糖的故事。这纪录片今仔日也正式发表，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手提一支接一支的茶落入去灶内底行，炉仔顶悬是烧滚滚的糖浆，就爱一直拉。这是台南的2代乌糖师傅张锡斌甲张月婷，遵照古法用手工来做乌糖。如今因的故事嘛，互文化总会记录落来。你要去当一个糖师，你要去了解不同土地做糖、须蜜、糖师。第2代张月婷因为唔甘爸母做甲遮尔忝，25岁迄当转去到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斗做糖，对正甘食手工做糖到品牌经营，做糖对张月婷来讲，唔那是工艺，嘛是传承。它算是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互相的体谅，然后互相学习成长。台南是出名的糖都，不过过去官方垄断做糖，所以手工师做乌糖，那反映着这段时代背景甲平民文化。甜蜜的滋味，嘛是老一辈共同的基地。我想这个在深山里面发展出来的手做糖，我以为是早就失传了，想不到台南这边还保存了，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总会这个非常高兴，也要把它当做我们的匠人魂的一部分来发扬推广。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这样一个农村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的。
伫咧深山内底关山里，毋有两代做糖的师傅，伫遮传统手工做的乌糖，嘛是一款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2016年伫咧阳明山找到日本时代对日本进口来的和牛后代，落尾甲伊送去花莲的养饲场探检，而且佫甲伊号名做原形牛。经过几啊年，农业部即马是核准原形牛的品种。前总统李登辉伫94岁时阵下愿要饲台湾和牛。2016年伫擎天宫找到19只野生牛，抽血检验发现原来是日本和牛的淡马牛。这个牛尾仔红送去花莲凤林镇养殖场，佮成立生技公司生态照顾。那原型牛它是1933年由日本人当年引进到台湾的。那在经过这个将近90年的一个进行杂交下面。而存活下来的品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品种，不管产肉率、产油率、抗菌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业者讲，原形牛因为无甲外来牛透种，所以甲其他品种的牛有明显差别的独立族群。伫2020年开始进行新品种的登记，总算伫4年后得到农业部核准登记。正为咱台湾头一个由民间发现，佮得到官方核准新品种登记的牛的品种。现阶段来讲，从头到尾没有基因改变的，大概有40-50只，保存到这么完整、这么纯种的基因，实属不易。那我们期待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好品种，能够也在台湾能够传承出来，而创造出台湾的牛肉品牌。根据特产所分析的结果，原形牛甲日本和牛也是有明显的差别，会当当作是另外一个独立族群。业者伫完成品种登记了后，都亲像有血统证明，这牛场就会当开始商业生产。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新德生活美学馆，办事举办培力工作坊，透过专业的社区营造讲师，带大家做伙来认识社区营造，有农业再生、地方创生、文化传承等等。透过课程教民众安怎创造更较好的社区。民众用手机记录社区内的文化特色，可利用废弃物做成好食的料理模型。这拢是负责社区营造团队所打造出来的。为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新德生活美学馆邀请专业讲师，教大家安怎经营社区，了解什么是社区营造。要安怎去建设去经营咱的社区，对社区有帮忙。在地爱先会晓，搁老人家邀请因来教育个培力，伊熟悉咱社区的一寡资源，教我们的居民如何产生一个对社区想要进步的一个问题意识，然后写成报道，甚至于以公民记者的角度去发现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然后结合把它拍成一个就是所有的学员成果的纪录片。最近这几年，台湾在社区营造顶面投入真侪心力，成果嘛受外界肯定。专家讲，社区营造会当做的代志真多，主题范围真宽，不论是大也是囡仔，只要有心为社区做代志，大家拢会当参与。做一计划，会当讲我想要推动农村再生，我想要推动地方创新，我想要做迄个文化的传承，这拢总会使，所以呢，伊是一个最温和，伫日常生活中会当做阿公阿嬷。迄个青少年咱这妇女囡仔拢会当做伙来参与。这几年佫发展出社群就是讲，伊无一定拢总集中在做伙。比如讲新住民，伊可能分散大，但是因的聚会有今仔来听课的就河南东乡会，因有家己迄种组织，因就有因的议题。台湾推动社区营造30年，希望会当在地方建立社区文化。营造社区共识，建立社区生命共同体，也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透过这个课程，除了让大家认识社区营造，社区甲社区之间也当互相交流、互相讨论，结出更加多创新的想法。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伫咧台南的阿南区，进前有一个天马电台，
而且这个所在进前是中央广播电台伫咧使用，建造了后，基地就无搁再开发，坑到打伫要13年咯。即马就地方团体发起联署，要向政府争取伫遮设台语文化园区。市政府是回应讲，土地是国产属的，会含中央搁再参详。规大片杂草，树仔生啊真旺，就算出动怪手，嘛要用真侪时间才通整理好势。这是伫我台港国家公园附近的天马电台，也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民国106年签署了后，机关用地变作文创产业园区地，随往侪单位按证来遮发展，维修拢无成。即阵地方人士要争取点遮设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因认为无论是以文学也是历史的角度，这是上适当的地点。台港内海是咱台湾历史一个真重要一个起步的所在。咱台湾是对西部开始嘛，譬如讲盐分地带一直起哩，一个廊道共款的，往南往北，拢是相当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台语文学的作家偌济，咱安尼呢，通做一个专册，表示讲咱为日据时代到今下呢，咱台语的作家足济，结合因的地景啦，甲台语等等呢，园区来讲呢，咱有法度呢，甲这拢结合起来。台港文化执行长吴茂成嘛指出，当年来因推测台港文化参本土教育，拢是为着振兴台语文化咧打拼。目前全台湾敢若一个台语文化园区伫彰化，因认为政府通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伫台港内海营造一个福建保语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土地是迄个国产属的吼，所以市政府爱参国产属家大家密切合作，想要来建设天马电台的方案，是讲有想要投资这个园区的相关的这个提案，拢会通国产属家大家审慎去做评估。地方望这个29公顷的基地规划做台语文化园区，争取公司台语台总部南迁，设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等等。人事表公告2天，200多人赞声支持。会期人按算尾手会甲公民讨论意见交予文化部，市府嘛回应会去参中央合作讨论。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数位化时代，学台语的资源是愈来愈多，有会晓写程式的少年人，因为家己学台语的时阵，感觉教育部的台语学习资源也是无够方便，就家己写学言台语字典 App， 整合着教育部的学习资源，加入一寡帮助学习的功能，让大家开始学台语的时阵，有一个友善的工具，挺好使用。就是会使学台语的罗马字。试者就会拨教育部的相动。这个学言台语字典 App， 甲教育部台语词典的资源整合做伙，这个 App 就会当学罗马字，嘛会当查词典。而且往过若初学者要用教育部网络词典学台语，定爱伫找书的哪位切换台语输入，也是华语输入。学言 App 甲夹做伙，较方便初学者学台语。咱会使收藏想要学的书啊，做学习啊，像讲咱嘛会使做笔记啊。那嘛会使甲一个台语词变做一张台语的字卡。正学大部分的时阵，就是每一工就迄个网站。毋过我感觉我较接使用的是我的手机啊，所以若是会当用手机啊做即寡代志，我感觉会对我的学习更较方便。开发者心安原地住日本，发现家己的日语愈来愈好，却豆豆不晓台语。伊开始甲母语捡倒转来，学台文的过程却无顺利，就用6礼拜时间开发学言 App 帮助学习。同款推动台语数位学习的，佫有即个2020年开始募资的台文加西米计划，到达已经开发出140万人次捌使用的找台语词典，甲拍台语输入法。虽然透过募资平台，每个月有超过170个人斗支持，不过提案者吴希美讲，也是真吃力。像这2档吼，干那做迄个台语大词典，就是干那校对迄个文字语数文字的部分，甲就是甲迄个例词解说日文的部分，甲伊数位化。干那这尔已经做2天半，干那台语大词典尔，差不多做一半尔。学言 App 的心安希望继续开发学习台语变调的功能。台文加西米的吴希美也望继续甲古早的台语词典数位化。学台语长时行，这阵少年人也当咧用家己的方式，伫现代推动利便的管道，帮助大家学台语，大家拢通甲母语捡倒转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新庄文艺中心内面的布袋戏文物馆，长期伫咧做布袋戏的保存甲推广。今年成立是第20年啊，特别和在地真快乐奖中剧团甲艺术家合作，透过由画3D的应该影像装置等等的创新方式来展示布袋戏，带民众行入去布袋戏的新时代，也熟悉着新庄在地文化历史。 布袋戏的翁仔头配上灯光闪烁，敢若亲像翁仔咧互相对话。这是当咧新庄文艺中心的布袋戏文物馆展出的RE 3处方布袋戏特展。这3处方分别代表再创作、再想象以及再制作。展览由真快乐奖中剧团策划，甲3个艺术家合作，用油画、影像装置、纸板以及3D 列印等等多媒体方式展出。剧团认为布袋戏虽然是传统艺术，但去思考创新或者是现代化并无冲突。 你讲传统甲现代即个物件，伊是同齐进行的，毋是讲咱即摆已经现代啊，所以传统就无去啊。啊嘛，毋是讲咱即摆拢保留传统，咱就无法度搁较现代。其实咱即摆是讲，哎，即个传统物件，佫有啥物可能性会发生？ 新庄文艺中心讲，因为新庄有一条戏馆巷，过去布袋戏的文化真兴旺。展览中会当透过在地画家简文林的画，看到过去新庄人生活中的布袋戏文化。因讲新庄布袋戏文物馆到今年是第20档，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布袋戏，让民众知影地方的文史。那这一次的展览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除了就是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内容之外，我们也邀请我们新庄在地的一个油画家，那为我们画出我们早期的一个 布袋戏的一个景象，然后融合在我们的新庄老街上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呈现。布袋戏伫台湾的发展超过100档，对外台、内台到电视、网络，经过几6届的创新过程。剧团讲，这届展览上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布袋戏伫这个时代的可能性，望这个表演艺术会当搁一届融入民众的生活中。记者王可山、柯秉在新北报道。 中华传统彩绘艺术陈敦仁，伊的爸爸就是中华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永派。陈敦仁对国中毕业了后，就开始做传统彩绘，鹿港天后宫、中华孔庙关清馆等等，拢会当看到陈敦仁的作品。即马陈敦仁也有开课团功夫，互学员学习到基础的彩绘工法，了解传统彩绘的眉角角。 陈敦仁艺术是还传统彩绘代配的画法。你这个头无要紧，可以用较重的，拢是爱这个色，吼。我呢是毋是足想咧配物件？出世伫传统彩绘世界的陈敦仁艺术，高中毕业就投入传统彩绘这道功夫吧，也来开演习班，教人传统彩绘，成袂少人报名参加。小时候都是在城隍庙外面，就是里面这边玩耍这样子，所以对于那种传统的迄个艺术吼，干妈讲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印象，然后就是很喜欢那个很丰富的色彩嘿。因为较早拢无去注意到这款物件，知影了后就是讲，拢会去注意，去庙林内底就去看这个物件，就会知影讲，伊的困难伫倒位，伊的水伫倒位安尼啊。这边的课程为补图开始学，然后上漆、画倒头的图稿，再个转移去房仔顶画乌白、上彩，一步一步带学员熟悉传统彩绘的工法，完成倒头的设计彩绘。也会知你这画了会水啊，有的是头一摆接触的嘛，所以讲伊袂知无要紧，咱嘛是要鼓励大家用，尽量对简单的落画甲你甲会晓，才来画复杂的。 即阵因为现代建筑工法的改变，传统彩绘也面对着转型、失传的危机。当然，当有教失训的传统工法，全台湾嘛剩无几个人来使用。陈敦仁表示，透过研习课程，互有兴趣的人来学传统彩绘，加一个人脉，对传统工艺保存就加一份帮衬。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了。